高铁明仔载开始安静车厢的制度，这坐车若要讲电话，就要行去车厢的门喙遐讲；手机若要放影片，就要关耳机，莫甲人吵着。另外，旅客若占用车厢的巷仔路，讲袂听，害人无卡路，高铁就会使拒绝载客。坐高铁的旅客请注意咯！高铁伫9月有一项新制要实施，为了维护坐车的特殊甲品质。高铁实施宁静车厢，未来旅客想要伫车厢内底讲电话，爱来到车厢门口讲。我觉得还蛮合理的，可能有些人在睡觉，然后被你吵到，他可能会觉得不满意。高铁上面可能是在休息、在睡觉的，就不会因为你的声音所以影响到。有部分的家长烦恼讲，宁静车厢实施了后，带囡仔家长要安怎？高铁认清宁静车厢是对使用3C 产品，对着红婴仔也是细汉囡仔，也是其他疾病因素影响自主能力的旅客行为，高铁提供协助。未来高铁车厢除了讲电话，爱来到车厢门口看影片，嘛爱关耳机。另外，伫车厢经过通道、车厢门口也是车站地板，也拢袂使坐，也是倒着。一直口讲无爱听，会使莫载。伫破坏处部分也改做优先式。可能他坐着应该也是有相对的危险性啦，可能不小心被踩到手指头之类的。坐高铁的话，我们都是靠高票价嘛，那么希望是一个舒适的环境休息。如果他还是决定要坐的话，一定是就是站着相当不舒服。高铁要自己去解决那个酝酿的问题啦，不要高铁坐得很优雅，但是乘客就是不舒服。学者认为，高铁必须先解决放行李所在无够问题，才法度避免旅客行李箱无所在通放。也若商务客若是有讲电话需要，伫山顶当时也可能造成坐隔壁人的困扰。要怎来提升坐车的品质，又可会使避免旅客无方便？高铁依然需要详细评估。记者孙华报道。